我们全民健康检查的话是40到64岁每3年一次，那65岁以上呢就是每年都可以做。因为我们要服务我们37区的市民朋友，所以我们37区呢都会来办理，而且是有结合卫生所，我们37区卫生所通通都会办理。所以我们叫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就是把病院开到你的社区，来帮咱的民众来做健康检查，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说把视力值做检测出来之后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分流的动作。它如果是屈光未矫正，就是说度数没有配好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转接到验光所。那它如果说是那个眼疾的话，我们就把它转接到眼科。那我们除了远方视力、近方视力，我们这次还针对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多做一个阿姆斯特范格表，然后希望提早能够出现，就发现说，他是不是有黄斑部的问题，然后提早把它转介给眼科去做后续的处理。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那个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服务的话，希望能够对市民的视力健康能够有很大的帮助。先讲哦，老人联动哦，平时当来挂号做好，这是最好，这服务做好。所有的以前的服务，到今年呢，感觉呢报就上好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行动医院已经执行20年了，应该有了哈，20年了啊，所以说累积了相当多的有用的关于市民的健康的资料，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库。但是对于市民来讲，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健康检查的机会，能够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我们说很多市政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则治疗，无则继续保持健康。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这个台南市政府独一无二、这是非常好的政策，又实施了很多年，照顾市民的健康。我们希望说，对于行动医院，我们绝对是挹注更多的经费来帮忙。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预防重于治疗，早期检查出来有问题了，早期借着健康行为的改正，或者是借由医生的介入的治疗，这样子的话，就对于市民朋友不会变成亚健康，甚至变成疾病的状况才去治疗。那对于政府来讲，这样也节省了许多的医疗支出，那是非常一举两得的事情。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3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仔日上午9点左右，全台湾为南部开始，各县市陆续有停电的情形。台南市区除了传出民众困伫电梯的案例以外，并无重大的灾情，而且市府嘛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密切注意交通维持以及南科等工业甲民生用电的恢复。全台湾从南部开始，陆陆续续发生各城市的停电。那台南市目前台南市市区内有4个受困电梯的案例，那目前已经陆陆续续去抢救中。那也希望说尽早来恢复电力。南科基本上没有受损，也没有停电。南科是有点降载但是没有停电，再次重申，所以这个对于南科的生产的影响应该不大。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密切的注意这个状况。台南市政府已经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在9点40分左右、45分左右，那已经有我们由相关的局处首长进驻。那将来如果发生任何交通炮制或者紧急指挥系统需要处理，我们就会处理。那陆陆续续是目前为止是市区的部分。大概有一些停电的状况，那陆陆续续在复电中。我们也希望台电赶快先复电，再调原因吧。你要等到原因调查出来再复电的话，有可能又晚了一些。所以先求复电，先抢救，再复电，然后再调查原因。那将来再谋求中长期的改善，这点反而比较重要。等一下，目前台南市有1000，那我们的警力都已经出动了，都在指导下。那台南市的基本上紧急应变系统已经启动了，警力交通警察还有义交这些都已经是上线在各大路口来指挥交通。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小心一点，开慢一点，求安全，平安最重要。另外，台南市停电影响的30万户，到本台记者查个为止，已经有23万户复电。市长黄伟哲感谢警察同仁甲警义高的辛劳，也呼吁民众用路爱多加注意。针对3号转台各区部分停电的问题，台南市长会听表示，目前积极咧恢复电力，呼吁市民朋友伫咧外口用路的时阵爱加注意安全。嘛感谢伫咧各路口辛苦执勤的交通警察。目前为止，台南市总共停电30万户，已经修复了23万户，现在还有6万8千户还没有修复。那这是1点钟台电的报告，然后接下来我想说陆陆续续在复电中。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路口维持交通的不管是交通警察还是义教，大家都很辛苦，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谨慎因应，小心开车，不要冲太快。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因为停电而造成的车祸，但是我们还是会小心因应，因为这次停电从早上9点15分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4个小时，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被民进党内部分人士质疑做过线面的市长黄伟哲，2号上北再次澄清，伊强调从来唔捌做过线面，嘛无出卖过、陷害过任何的党志。最后，民进党中执会顺利通过2022年提名黄伟哲参选连任。为了澄清线面的争议，黄伟哲2号上北参与民进党中执会，最后中执会无动用表决，就通过黄伟哲提名参选担任市长。会后，伊面对媒体询问强调，伊从来唔捌出卖过党志，因为参与学生运动才是伤痕累累。我很清楚的说明了，我没有做出卖同志的事情。那44年前我们念大学，那个时候。所碰到的一些，包括来自于行政机关，包括来自于教官的一个恐吓威胁，其实大家都有。谢谢我们今天的许多党内同志，在过去了解过去的这一段历史，最后他们做了这个决定。所谓的行政机关，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证供诿过或是假造资料，拿这个资料来审判自己的同志，我觉得是有点还没有经过证实之前，就这样拿来审判自己的同时是有点怪怪。黄伟哲提名案经过中执会充分讨论，党内伫无其他意见的表达，主席蔡英文最后依照选对会版本提名黄伟哲参选担任市长连任。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疫情期间，媒介行业生理大受影响。位伫桂林7家花卉区，原本想讲春节期间会当带动买气，现主时对着世界媒体关心焦点，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互原本喜爱休闲的园艺界也吹起和平风，推出蓝色甲黄色的创意盆栽，力挺乌克兰，诉求和平。位伫桂林7家花卉区。平时除了靠节日的买气，一般时间还佫有校外或者是幼稚园的参观。三小班的班长黄义斌，平时除了爱种盆栽，而且嘛爱负责学生的参访教学。上午就有一间幼稚园来实地参访，并且教导小朋友的盆栽 DIY。当老师带着小朋友来洗园区的时，嘛意外互一片亮眼的盆栽来吸引，里面佫绣有和平的字母。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我们种花的园艺业者生意都很惨淡啊。结果咱伫新闻顶悬看到咱世界各有的国家伫战争是为咱这乌克兰伫战争，所以互我想到讲，我们种花做园艺的人都是爱好和平的。我们不希望有侵略，不希望有战争，所以我家己就想讲，阮的园艺要安怎来甲伊反对侵略。来甲伊保庇咱遮的战争的所在的人会当平安，所以我才想着讲，乌克兰的国旗是蓝天跟黄色的金色麦子，就像我们一样，要希望有蓝天，然后下面的农作物长得很漂亮，所以我总要找到咱的盆栽来甲伊撒彩色石头，彩色石头就有蓝色的跟黄色可以选择。
那我们另外又找到了一个花器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小酒桶有一个进口花器刚好那个可以组合它有好多颜色有大红色、粉红色有白色、有黄色跟蓝色，所以我就把蓝色跟黄色组合起来，刚好可以放一个仙人掌。把那个仙人掌在恶劣环境能活得很好的植物把它种在乌克兰的国旗上面，希望乌克兰较紧的会当平安世界会当和平。个人产销班的班长创意一出，现场嘛有真侪民众慕名而来，而且指定就是要蓝黄色系的创意盆栽。看乌克兰的新闻蛮感动然后刚好昨天看到有这个东西，就会想说来买，对分享给朋友。刚好我也是归仁人对所以希望也分享归仁的事情给我周遭的朋友。花卉产销班的班长黄义斌表示，这种号称小酒桶的进口花器，真适合栽种2寸的植物，而且花器甲水盘是分开的，比较较袂生蠓虫。目前色彩有蓝色、黄色，另外有白色、粉蓝甲青色等。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中嘉媒体视读选导团队结合新老病院以及东区县胜利，伫顺耀课后照顾中心举办媒体视读的选导。不过活动还未开始，就遇到全台大跳电。伫无电的状况之下，准备好势教材资料也无法度使用。不过团队也是克服困难，顺利达成选导的任务。教室里没开灯，不是为了要省电，而是真正停电啦。中嘉宽屏媒体视读宣导团队这次与新楼医院以及东区关圣里联合举办社区媒体视读宣导，碰巧就遇上了3月3号全台大跳电，没有电，准备好的 PowerPoint 也不能用了。难道课程就要延期了吗 ？No No No！ 宣导团队使命必达，把宣传资料传到 LINE 群组，大家继续上课喽！记得从这个侧面看，我有点忘记在比中指。可是如果全面换个角度看，他没有要比中指，他只跟大家讲说，我家的老婆生第3胎，所以媒体视读很重要是什么？你要全方位的了解它。是的，接收讯息要保持判断，多方查证，才不会被有心人牵着鼻子走。简单易懂的课程，也让社区长辈更轻松吸收媒体视读的观念。来听听这些讯息，对我们老人家很有帮助，才不会跟着媒体鼻子牵着走。媒体所发布出来的那个讯息是否是真实的，或者是假的，这个东西都有一点有用。常常会收到一些朋友分享一些信息，我们也非常都想去转传，尤其一些耸动的新闻或者说医学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话，就会讲不帮助朋友好吗？就会转传出去，非常的高兴，其实都是错的。对于这次媒体视读分享，关圣社区以及新楼医院也都给出了最正面的肯定。老大人种种的代志，伊个唔知影。来受到这个教育，来个讲，来个看到，伊个能接受这个意见，可以让这个当开启了。因为现在网络上面的假新闻实在是太多了，那我觉得这样的课程不仅让我们的长者能够让他们增长知识以外，而且是由我们媒体起头带头，然后来这样的课程宣导，我觉得非常的棒。现在网络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其实很多长者他都可以从电脑或者手机里面去得到非常多的一些讯息，好像一些LINE的群组那些都有一些讯息。那所以其实，在社区办活动的时候，很多长者就会来问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是真的还假的？那因为其实已经陆陆续续都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就是特地跟双子星还有跟关圣礼一起来结合举办一个媒体视读，那希望能够让长者在
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讲师的一个教导之下，我们可以真的去了解说到底什么是真新闻，什么是假新闻这样子。网络科技日益发达，资讯爆炸的时代，民众使用通讯软体接收资讯虽然很方便，但有时也可能将未经查证的不实资讯也传播了出去。中嘉宽频媒体识读团队规划相关课程，前进各社区与民众分享如何辨别真假消息。实用的课程获得许多正面回响。中嘉宽频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学校以及团体，可以向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预约上课，完全都是免费的哦。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自由工商因为是天主教的学校，一直拢有招收外国的学生，因来自英国、美国、尼加拉瓜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学校嘛特别邀请一寡外国的学生，甲大家来分享因求学的经历甲感想。建校将近一家子的天主教学校持有工商一直以来不断的招收并欢迎各国的学生前来读册。这摆持有工商学校带领之下，邀请到3位分别来自英国曲克安、美国爱伊维，佮尼加拉瓜的图曼瑞东尔，做伙来向大家分享在台湾读册期间所拄到的求学经历。慈幼是一所国际化的学校，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从民国80几年，我们就会有外籍生来到我们学校就读，因为我们是天主教会学校。这些学生是属于信慕道家庭的孩子，那他们来到台湾里面，为了传天主教的福音，所以在台湾服务。那针对这些学生呢，我们学校里面其实上也感受到神父们感受到这些学生，这些家庭来到台湾为我们服务，所以他们在学费上面或者是各项的支出上面，由学校来协助他们，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那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面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欢乐，也带给我们学生很多在不同文化的族群的相互的融合，或者甚至相互的对待上面，这个都是让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读烘焙科的曲克安东尔，因为爸爸较早就来到台湾，加上妈妈嘛是台湾人，所以较无伤侪文化上适应的问题。伊甚至可以当用认真的台语来甲人讲话，非常的趣味。另外，来自尼加拉瓜读汽修科的涂满瑞同学，厝里拢总有6个兄弟姊妹。因为看到哥哥伊嘛对持有工商来毕业，所以互伊早早就锁定持有工商的汽修科为目标，希望毕业了会当像伊的哥哥因同款发挥专业。就是我会选择持有烘焙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会跟你以后的工作，如果我要读大学，如果我要读餐旅群，它会衔接得上，而且。我很喜欢吃东西，那我妈就觉得说，哦，那你就来读烘焙科，自己做自己吃才比较安全，对啊。持幼有听过说持幼的技术是很棒、很一流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选择持幼是可以学到很多技术。从小就喜欢拆卸、拆摩托车啊，拆电路板啊，或是就是关于机械的东西，我从小就很有兴趣。那呢，再接着。我父亲从小他也还蛮推荐我向汽修这个方向，让我去发展啊，或是教我如何使用工具。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往这个方面想，而且在那边这个工作是比较可以赚钱的，可以发达，可以有未来走向的。来自美国读电机科1年的爱伊维东尔，虽然平常伊的话较少，但是咧学习的时阵态度拢非常的好，有问题袂晓拢会马上来提问。伊嘛以学长因为目标，希望会当努力来越过学长因的脚步。觉得技术就是关于电气科的技术，我觉得如果这3年可以学到很多技术，可以考到很多的证照，将来以后。出社会可以有工作找。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持有工商除了会当照顾台湾本土的学生以外，嘛积极伫咧栽培来自各国的学生，帮助这些学生一步一步向因的梦想来前进。台南新闻有评言采访报道。
胸坎痛的原因有真侪种，因为胸坎内面有真侪器官，包括心脏、肺、血管，甚至食道等等。贵州合病医胸坎内科医师陈曙光表示，如果民众胸坎痛，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来检查，找出正确的原因，好做治疗。根据各县市商局的统计，伫顶一波寒流来袭，全台至少有41个人死亡，而且大部分拢是非创伤，到病院进前的心肺功能停止。贵综合病院胸坎内科甲家护中心的主任陈曙光表示，如果民众发现胸坎的痛，一定要找专科的医师来详细检查，因为胸坎痛的原因真多，有一寡有致命的危险。胸痛的原因其实相当的多了哈，那我们的胸腔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器官，那里面也有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出现了问题是有可能致命的。那通常我们会以那个胸部的解剖结构的分类来一一思考，胸痛原因到底是出在哪里？那比如说胸部的主要结构有我们的肺肋膜、我们的心血管，比如说主动脉啊、肺动脉、心脏本身。那还有我们的纵隔腔，有我们的这个胸壁的肌肉、骨骼、神经、皮肤、乳房等等。那再来的话，当然我们还有食道，食道虽然是肠胃道系统，但是它会经过胸腔，所以呢，它如果出了问题，一样可以造成胸痛的症状。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些结构呢，查一查都没有查出特别的问题，但是病人有一些恐慌性的症状、过度的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情况，它出现胸痛，也要考虑这些精神性的疾病造成的胸痛。医师强调，有急性生命危险，亲像张力性的气胸、心肌梗塞、主动脉剥离或者是肺动脉栓塞等。医师伫咧鉴别诊断时，爱先来排除。另外，亲像肺炎合并的脓伤，或者是癌症并发肋膜、肋骨的转移，嘛拢有潜在的致命危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